这个系列，咱咧看到这个以弗所书，咱用六讲的时间来对第一章、第二章慢慢啊来看。啊，为什么要开遮侪时间来研究啊？其实嘛，佫讲袂着研究啦，吼，来讲解圣经，因为咱知影，圣经是咱信仰的基础。基督教是一个什么款的信仰？基督教是一个对圣经所起造的信仰。咱若将这个圣经摕掉的时阵，咱的信仰就无法度来稳固。所以，咱的信仰生活毋通袂使脱离读经。咱的信仰的起造袂使脱离圣经。袂使干那伫神学顶面煞失去圣经，这是绝对袂使。一定爱伫圣经顶面来做起造，所以读经就诚做一个真要紧的功课，会当帮助咱的信仰，会当正正确确伫基督的顶面慢慢来起造。咱小看咱后一页，咱小看来复习顶礼拜第一章的所在，咱讲到的是啥物？第一章的所在，保罗讲到几项要紧的部分。第一项，伊讲到，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咱会当得到天顶各种的福气，拢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赏赐予咱。保罗也为着以弗所的兄弟来祈祷，伊祈祷的上主要的迄个部分，就是求上帝开信徒的目睭。哦，咱会当真实认捌上帝，这就是咱嘛爱为着常常为着家己祈祷。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互我对你的认捌会当哪来哪真实，哪来哪深，互我对你的认捌，毋那干那停留伫我个人的认为，互我哪来哪深的认捌你，迄个形影哪来哪清楚，对你的真理会当哪来哪有把握，迄个误解会当哪来哪少，啥物人会当帮助咱？圣神会当帮助咱，圣神会当帮助咱，开咱的心窍，亲像保罗共款，真正看无，但是圣神的光照，将即个伊目睭顶吼，敢若虚然的吼，敢若目睭顶的即个热早摕掉，伊就真正会当了解耶稣基督的身份甲意义。最后，保罗嘛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啥物？原来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这个充满宇宙万有的主宰，伊也要充满伫教会的内底。所以耶稣基督，迄个国外的气力，迄个赢过宇宙万米的气力，也要充满伫教会的内底。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软正的身躯吗？毋是，教会是耶稣基督阳光的身躯。教会是耶稣基督大气力的身躯啊！甲边仔人讲者，教会是耶稣基督大气力的身躯，甲讲者来，是大气力的身躯。咱毋通袂记，即保罗咧写以弗所书的时阵，伊是有关监呢。伊是关伫监牢的内底写即张的书信，所以你会当看见，伊的信仰，互伊看到真正的真理。这真理是赢过伊现拄时的处境。咱今仔日，所以讲咱顶礼拜，互咱一个真要紧的思考：身体爱健康，身体咱是。教会是身体，咱拢是每一个无共款的器官，器官爱连结。所以这嘛，互咱真要紧的提醒：基督徒爱连结。甲边仔人讲者，基督徒爱连结，毋通孤单。讲者来。中医安怎讲？咱若去中医有一句俗话哈，讲通则啥？通则不痛，啥？痛则不通。啊，中医真在乎即个气血的通透。各位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的身躯嘛是爱注意这项，毋是嘛？咱爱注意，咱甲其他的兄弟姊妹中间有通透无？啥物叫做无通透？
就是看到伊的哎，我无法度甲伊团契，看到伊的安尼，敢若乌青啊，看一个就乌青安尼啊，心情就郁卒，无法度透。也是讲咱孤单，咱无爱互别人 touch 咱嘛无愿意去 touch 别人，这是无通透。求主帮赞，互咱真正通透，才会当活出这身体的机能。通透，咱会互家己的心，求主透咱的心。求主透咱的心，互咱会当自由，甲兄弟姊妹来连结，互咱会当伫教会内底体会到耶稣基督所咧讲到的迄个团契的使命，毋但含上帝有水的团契，含主的肢体也有水的团契，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嘛，互咱另外一个要紧的提醒，就是身躯会当互人来认捌。咱看到牧师是看到牧师的身躯啊，所以请问，人类要安怎看到耶稣基督啊？对倒位看？对身躯看。所以人要安怎认捌耶稣？对倒位认捌？对教会认捌啦。对倒位认捌？对基督徒啊，教会毋是咧拜堂哦，毋是建筑物哦，是咧讲到内底遮的上帝的囝儿。上帝的囝儿的集体就是教会。所以咱咧讲耶稣基督的身躯，咱嘛会想着讲啊，这个身躯会当互人，会当表达出头的使命无？所以咱敢会当表达出耶稣基督的使命。咱的教会，咱组织做一会，敢当表达出耶稣基督的使命。愿主帮助咱要进入第二章。进入第二章，咱来看第二章一开始，咱先来了解圣经内底并无直接讲教会是啥物，但是圣经用真侪词来描写教会，像咱顶礼拜看到的身躯，耶稣基督的身躯。今仔日第二章内底，保罗用另外一个词来描写，来象征教会，就是上帝的圣殿啊！上帝的圣殿，请咱甲边仔兄弟讲一下，讲教会是上帝的圣殿，甲讲一下。这个概念就是讲到教会是上帝徛起的所在，是徛起的所在，代表上帝徛起的所在，也代表上帝同在的所在。当然，这个咧描写的，毋是讲到一个建筑物。教会当然毋是讲到建筑物，毋是敢若讲到这个中山路2段477巷30号，这是新平教会的礼拜堂。啊，新平教会到底伫倒位？咱就是新平教会，咱才是新平教会。这个是咱聚会的所在。所以教会就是咱每一个人组织做一会。宇宙性的教会就是历世历代基督徒加起来。教会的头是耶稣，咱是教会是信徒所组织的所在，咱拢是主的身躯中的肢体，也是圣殿的活迹。咱先一开始来看保罗第2章的一开始讲到人的处境是啥。当咱早前的处境，当咱还未得到福音的时阵的处境是啥？咱来看一下。保罗讲到几项。伊第1节到第3节，伊讲到咱还未得到福音的时阵，是一个甲耶稣基督无关系的人。第一，伊讲咱是死伫过犯的内面，耶稣若无拯救咱，咱真正是无望啊！咱若无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咱毋着爱去烧金纸，咱毋着爱去做功德。但是你做功德，你做当时的偷棒，你敢知？咱拢毋知影。咱去问这个咧做的人，因敢真正明白吗？因家讲无法度啊，就只好安尼来求一个，看会较好势无？无吧，无望，无平安。保罗讲到咱过去会行做，咱过去亲像对着即个世间
的风俗，对着世间的风俗，即对着世间的风俗，其实佫有一个佫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即个世间的风俗，即个世间的风俗其实是撒旦所掌权的，其实是撒旦所掌权的。我们大家拢安尼做啊，大家拢安尼做啊。即有时阵咱讲报纸讲啊，即马即已经连续讲几期去啊，啊，大家拢去排队。世间的风俗，但是咱毋知影这世间的风俗的后壁，是迄个撒旦所要使用迄贪婪的心，放伫咱的内面，迄贪爱世间的心，放伫咱的内面。咱对着这世间的风俗，煞无看见这背后运行的邪灵，就是讲到撒旦。而讲到咱过去的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照着咱家己本身所喜爱去行，是一个上帝通受气的，会互上帝看到咱就应该爱受气的人。这是咱原本的情形。但是感谢主，保罗讲到迄个咱得到的恩典啊，后一页讲无搁做外人，无搁做假脚的，无搁伫外口流浪。耶稣基督帮助咱，互咱搁毋免搁伫世间流浪。请甲边仔人讲过，咱毋免搁流浪啊！甲讲一来，看起来是真自由啊！看起来是真自由，要做啥物代，你想要做啥物代志，就去做啥物代志。但是这个自由的背后是啥物？这自由的背后是孤单，这自由的背后是流浪。保罗讲到，上帝的怜悯，上帝丰富的怜悯，看透帮助咱，互咱会当对迄个表面的自由，会当进入真正的自由的内底。毋是行为顶面的自由，乃是心灵顶面的一款安息。上帝既然有丰盛的怜悯，伊阁补一句讲，疼咱的大疼。你看，讲到用丰富，佢讲这是真大真大的疼来拯救咱。当咱伫过犯、伫罪恶中间无仰望的时阵，上帝就互咱甲耶稣基督做伙得到新的生命，搁活，而且毋若搁活，这是上帝的恩典，毋若搁活，搁互咱做伙甲伊坐伫天顶。所以咱毋若是得救，咱搁要得到荣光啊！耶稣基督毋若互咱得救，互咱脱离迄个罪的死亡的结果。耶稣基督搁要互咱的基督徒是一个荣光的生命。甲边仔人讲者，耶稣基督要帮助咱得到荣光的生命。甲讲者来，耶稣基督要帮助咱得到荣光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要互咱的救恩，毋若是互咱60分及格的救恩啊！耶稣基督要互咱的救恩是超过60分，超过60分，毋若是袂落地狱，是要互咱荣光，搁再荣光，互咱丰盛，搁再丰盛。互咱的生命真正会当比咱想象的迄个境界更较开阔，更较透白。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毋是将家己绑伫一个下下的所在，咱毋是活伫一个下下的所在，下伫过就好，下伫过就好啊！上帝我无期待啥啦，你互我下伫过就好啊！咱毋通小看，毋通看轻上帝的恩典。上帝互咱的恩典是极其丰富的。甚至咱知影新天新地来的时阵，是互咱伫天顶甲伊做伙做王呢。甲边仔人讲者，你敢知影我以后要做王呢？甲讲者来，你敢知影我以后要做王呢？真正啦，真正你爱有迄款信心嘛？你敢相信你以后要甲耶稣基督做伙做王？你相信吗？看起来敢若无啥相信的款。看起来敢若讲啊，耶稣若无甲我结拗车本斗，我就偷笑啊！我搁想要甲伊做伙做王。咱的信心是安尼无毋对，但是咱的信心甲上帝的话抵挡的时阵，以上帝的话为主。所以你会当无即个信心，但是圣经确实是安尼写。
你会当无即个信心，但是代志确实会安尼发生，咱会甲耶稣基督同做王伫天顶，这是咱应该爱有的信心。所以咱就爱伫即个内面，咱用一个有尊严的眼光来看咱家己。伫即个世间，有可能咱毋是足有尊严，咱是一个真平凡的人。但是伫上帝的眼光无共款，咱是一个未来要做王的角色，咱是未来要互主未来要互主真大高举的角色。所以咱即马应该着爱看重家己，咱即马应该着爱伫信仰的内底，对家己有一个看的期待、深的期待，为主做工。因为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圣神是咱的保惠师，上帝是咱的天父。咱所行的信仰生活，当然毋是一种头咧咧的信仰生活，是有仰望的，是有尊严，是有喜乐的生活。讲耶稣基督的拯救，要互咱会当后代显明丰盛的稳定，互后代会当认捌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咱的丰盛也会真做咱的囝儿四岁看到，因会当心内欣羡。最近阿公啊真欣羡爸爸。为什么欣羡呢？因为最近拢咧常常看一个卡通叫做《万能阿曼》。这个万能阿曼是咧修理物件的吼，修理物件。啊，伊一看我咧，一下仔带咧换插头，一下仔带遐甲这个电暖器拍开来沾油。哦，一下讲物件登去用快感甲连起来。伊就讲哦，爸爸是大阿曼，我是小阿曼啊。伊机台有一天，伊机台讲，足想要安尼甲爸。愈来愈肯定我，本来敢若看我无啥有安尼，即马开始看我较尊重啊。我咧做物件，伊搁摕手电仔开来甲我照安尼咯。我要甲我要看卖我咧做啥，伊会好奇，这是啥？这是生命一定会影响后一代的生命。所以讲，我要安怎帮助我的囝儿，互伊会欣羡即个信仰。我想一个上真好要紧的方式，就是咱活出迄个生命，活出迄个耶稣基督互咱的迄个丰盛的生命，伫圣经内底所写的即个丰盛的生命，毋是干那讲咱所感觉的迄个生命，咱所认为的迄个生命，会记即咱的信仰的内容，爱互圣经来修改啊！爱互圣经来修改，咱的观念甲圣经的观念无共款，会记即爱用圣经的观念为准。所以咱若是读的时阵讲，保罗讲这伤含，迄个时阵咱着爱活一个观念，就是这含，耶稣基督互咱救恩真正足含的，真正足大甲互咱感觉足无法度想象。保罗讲到咱是伊的工作后一页吼，咱是伊的工作哈。咱来读一下好无？这段的经文是咱常常真介意啊，真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咱来读一第8节来，恁得救是本着恩，也是因着信。这毋是出自恁家己，是上帝所赏赐的，也毋是出自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咱原是伊的工作，伫基督耶稣内面做成的。为着要叫咱行好，就是上帝备办叫咱所去行的。所以保罗咧讲到头前这个代志，讲进前咱是无仰望的，进前咱应该爱死伫罪挂中间的，咱是外人。但是即马耶稣基督，互咱搁活，这项代志叫做救恩，对无？救恩是啥物？救恩就是这是上帝的恩典，咱因为恩典。咱因为信来接受，毋是因为咱的熬，因为咱的熬会出现啥物问题？出现的问题就是自夸，法利赛人自夸。有时阵基督徒，咱若无意识到，咱一切拢是恩典，咱嘛会自夸。自夸会带来啥物？自夸会带来跋倒。
会带来跋倒。伊讲恁拢无，恁为虾米我的服侍安尼恁拢无肯定我跋倒？因为啥？咱开始注重咱家己啊。咱无看见讲啊，会当服侍真正是上帝的恩典。我会当成做教会的一份子，这是我的荣幸哦，这是我的荣幸，毋是讲好佳在教会有我，好佳在教会有我啊无会倒吼，毋是即款的想法，乃是讲啊，我哪有即个荣幸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会当有即个机会来亲近上帝，遮好的哈，这是上帝的恩典。讲啊，咱拢是上帝的恩典。有时咱有另外一个想法，错误的想法，讲拢是上帝的恩典。安尼若上帝的恩典遮要紧，安尼我行为黑白做哪有要紧？因为反正我得救拢是上帝的恩典。保罗讲毋对，毋对，毋对。保罗讲咱毋通用上帝的恩典做借口来放纵私欲，因为咱是上帝的工作。请咱甲边仔人讲者，讲咱是上帝的工作，来讲者来。这啥物意思？意思讲咱是上帝的作品啊，咱是上帝所捏造的作品。啊，既然是上帝所捏造的作品，咱就爱有一个自觉，咱袂使看轻家己，咱就爱完成主的托付。恩典临到咱的身上，咱用生命的改变来活出，甚至比一般的人佫较悬的道德。要较悬的即个疼心，这毋是做功德，这是因为咱是上帝的工，咧改变咱，所以咱会改变，所以咱应该着爱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接下咱佫继续来看，保罗继续讲落去，伊佫讲一遍，讲因为咱本来是，咱应该着爱纪念，咱应该着爱会记即。咱若无耶稣，咱会偌凄惨，你敢听有？咱若无耶稣，咱是偌尼啊，无啥物物件通夸口。昨是牧师35岁的生日，35啊，感谢主！回顾我即个短35年的一生，我若甲耶稣摕掉，无留啥物；若甲耶稣的恩典摕掉。真正敢若落苦重担呢。但是因为耶稣临到伫我的生命内底，我感觉真正是充满着彩色。耶稣予我人生的目标，耶稣予我人生的快乐，耶稣予我人生所欠缺的，伊赏赐予我，伊予我找着人生的方向，伊予我会当一个有真好的太太，甲我做伙。来跑走人生的道路，我看到两个古水的细囝，真正心中充满感谢。我是啥物人？我是啥物款的人？竟然会当互主来使用。各位兄弟姊妹，可能有时咱无去想这项代志，但是你想看觅，若将你生命内底信用这个区块砍掉，你还剩下什么？你还剩下什么可以夸口的？真的是互咱感觉讲无啥物通夸口的。咱甲进前，咱是外邦人，因为咱毋是犹太人，咱拢是外邦人。咱伫上帝恩典的约内底，咱是一个外人。咱无望，因为咱无上帝，咱是远离上帝的人。各位兄弟姊妹，咱若将上帝摕掉。咱伫即个世上有啥物望啊？有什么盼望啊？这个娱乐，敢会当互咱一个终极的盼望？敢有法度？无法度，因为算了后，你会发现讲啊，我算了，我嘛赢袂过遐个足够算的人，佫太济咧。啊，这个物件算了，你就满足啊吗？嘛是未满足，嘛是想讲佫找看觅，佫继续找看，佫有啥物所在通算抑无？空虚，永远无法度满足咱的心，满足咱的生命。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
互咱会当和睦。咱本来是外人，是外邦人啊。下一章吼，本来是外邦人，咱是外邦人，因是上帝的囝儿，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咱拢成做啥物？咱拢成做一体。咱甲犹太人本来因承受着上帝恩典的约，但是咱遮的基督徒，咱因为耶稣基督，也会当承受上帝恩典的约，所以着耶稣基督，互咱和好。即个和好，犹太人用上帝的律法，用上帝的诫命，要甲上帝和好。但是咱因为耶稣基督会当甲上帝和好，两边就合做一体。这就即段经文所咧讲的，将两边合做一体，拍破中间所隔离的墙。即个墙是啥物？即个墙就是律法，即个墙就是旧约的律法。因为咱行袂出来，咱嘛无去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互咱会当进入伫即个约的内面。耶稣基督用伊的本身，用伊的身躯，第15节啊，第15节讲，用伊家己的身躯废掉了即个冤仇。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承担了律法顶面的遮的重担，互咱会当甲犹太人连结，成做一个新的人。这新的人咧表达啥？就是拢成做上帝的囝儿，拢成做约内底的一份子。所以耶稣基督是好好，互咱好好的君王。照着伊，咱也会当成做伊的子民，得到甲上帝和好。咱搁来看落来，所以这个和好也要带出这个团圆。毋那是咱好好尔。第17节，咱做伙来讲一来，做伙来读来，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互恁遮的远的人，也互迄个近的人。所以和好以后，即个犹太人甲外邦人会当因为耶稣拢成做上帝的囝儿的即个福气，咱着爱去传，咱着爱去甲别人讲。咱耶稣会当互咱甲上帝和好，这是极大的恩典。就说咱做了无够，但是咱犹原会当因为信，因为耶稣基督是十字架顶的救恩，咱会当改变。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宣告。咱来看来，搁该继续看，讲到保罗对19节开始吼，才咧讲到圣殿。咱做伙来读好无？就19节开始来。安尼，恁无搁做外人甲寄卡的，是甲圣徒共国，是上帝家人的人，并且受起做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有基督耶稣家己做厝角头的石，逐房靠伊联络下设，渐渐成做主的圣殿。恁也靠着伊当受起做，成做上帝照着圣神徛起的所在。这段就开始，保罗就开始讲到，咱是上帝的圣殿。请咱甲边人讲者，讲咱是上帝的圣殿，甲讲者来。咱是上帝的圣殿，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们不是外人，我们不是客旅。我们已经跟圣徒同国，这些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赏赐予咱的，所以咱拢是上帝家人的人，所以咱毋拿得救，咱阁是上帝厝人的人啊！上帝厝人的人，所以甲所有才会得到福音的人，得上帝所呼召的人，就成做耶稣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咱是教会的一份子。教会要起造伫倒位？第20节讲起造伫倒位？圣经安怎写？20节安怎写？起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使徒甲先知，使徒代表新约的教导，先知代表旧约的启示。新约解说耶稣基督，旧约咧预表啦，讲预表，讲启示耶稣预表耶稣基督要来。新约表达出迄个来的耶稣，伊是怎样伫迄中间来挖出来？伊是啥物人？
所以当耶稣基督问门徒一项事，就是我是什么人？彼得回答的答案就是讲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耶稣就讲，耶稣讲，我要将我的教会起造伫即个石盘顶。即个石盘毋是讲到彼得，即个石盘咧讲的是彼得所讲的即句话。彼得所讲的即句话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所以即个就是教会的基础，教会的根基。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全本圣经所启示的。全本圣经咧启示的是啥物？其实就是咧启示耶稣就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所以咱会当看见，教会就是爱起造伫圣经的真理顶面。教会就是爱起造伫圣经的真理顶面。只有安尼，伊才有永远的开力。只有安尼，伊才有迄个上帝启示的开力。才讲到讲，耶稣基督是厝角头的石。厝角头的石是啥物物件呢？咱若要起厝的时阵，咱若要起厝，爱先处理啥物物件？爱先处理条啊嘛，对无？哦，这现代就爱这拔钢筋嘛，拔钢骨。就爱先处理这个物件。古早的时代是用一块一块石头来塔。请问你要塔一间厝，你会先塔倒位啊？4个角对无？先甲角塔起来。这4个角石头先放咧，其他的才开始排嘛。因为这个角爱先定落来，然后才会当慢慢起造一个厝。厝角头的石第一种解说就是这款角的石头，还有另外一种解说，就是讲咱知影讲这个有的这欧洲的教会是咪足悬的，甚至是一个安尼弧形的吼，一个弧形爱尖的顶，然后安尼落来。古早的教会，这个尖的顶竟然无用阿门徒呢？竟然毋是讲像咱即马可能着规矩甲空起来，甲连做伙吼，内底有钢筋安尼吼。但是古早毋是，古早竟然是一粒一粒石头去组成的，迄个技术非常的悬。但是即个组成的内底，啥物物件上要紧？顶面迄块石头，上顶面迄个尖的迄块石头，我若甲迄块石头摕起来，会发生啥物代志？会崩去对无？因为失去迄个咱讲叫做支点。耶稣基督是房角石，这讲啥？耶稣基督是教会啥支点，你揢掉就崩啊！所以咱看见这个每一块石头就爱连接伫这个支点是耶稣基督，这个支点是啥？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这就是教会的支点。教会起造就是伫对即地开始发展起来。彼得安尼来做见证，讲主就是活石，是人所弃杀的，但是是上帝所拣选、所宝贝。人所弃杀的石，人弃杀耶稣，将伊钉伫十字架顶。但是想袂到人所钉的迄个耶稣，竟然是迄个厝角头的石。竟然就是宇宙万米所会当徛在迄个石，教会会当徛在迄个石。基督甲教会的关系就是安尼，所以咱来甲耶稣掠足条的。虽然教会愈来愈大间，会当做足侪代志，但是千万得爱会记住，上要紧的代志就是耶稣，上要紧的代志就是耶稣。毋是遮个自身的代志，遮个自身的代志拢得爱做。但是遮个自身的代志的背后的根基是啥？就是耶稣。这个根基确实是上要紧。咱的信仰也是共款，咱会当为主做好人，拢无问题。咱会当做好人，咱会当做真好，咱会当有逐项代志，若是无偏差，咱拢会当做。但是遮个做，遮个一切的代志。咱的迄个人生的支点伫倒位？
就是主耶稣。若将耶稣摕掉，咱就放弃啊！咱伫主的面前，咱所起造的一切，拢是放盘的，讲叫做草木禾秸啊！草木火一烧就拢过去啊！然后讲到讲，逐间逐房就爱靠着耶稣基督连结做一伙。咱拄则讲石啊嘛，角头的石啊，耶稣基督来所有的起造拢是甲伊连结起造起来。所以每一块石头拢需要放伫正确的位置，爱承担伊应该爱承担的迄个重量，伊爱承担的迄个角色。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咱也应该爱伫教会内底承担咱所应该承担的角色，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安尼教会才当起造成做一个阳光的上帝的圣躯，这才是主的圣殿。当所罗门王起造圣殿来献堂的礼拜所罗门王的献堂献圣殿的礼拜，伊向上帝祈祷，讲主上帝求你看顾这个圣殿，这也是咱常常咧祈祷，咱求主看顾咱新的礼拜堂，成做主的圣殿。讲求所罗门求上帝听这个殿内的祈祷，赦免罪，拄去灾难等等。然后上帝就所罗门王来显现，回应伊的祈祷。请咱做伙来看到周报后壁面后壁面的下骹遮有这个所罗门王的上帝对所罗门王的回应。这列王记上卷的第9章第3节，上帝对所罗门王显现的回应，咱做伙来读来。我已经将你所起造的这个殿分别做成，互我的名永远伫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要常常伫迄个所在。教会是上帝的圣殿，教会也应该分别做成。我咧讲的教会嘛，就是讲咱家己嘛咱家己分别做成，互上帝的名伫即个圣殿内底，因为圣殿是啥物？因为教会是啥物？教会是上帝的目睭、上帝的心常常伫的迄个所在，互教会会当活出所罗门王为着圣殿的祈祷。教会是圣殿，耶稣基督就是迄个厝角头的石。咱每一个人，即个得救的人，咱就是起造圣殿的迄个活石，一块一块迄个活的石，毋是死的石，是活的石。咱共同受起造，才会当成做是荣光上帝的圣殿。这个荣光上帝的圣殿，圣神也要徛起伫咱中间。所以，互咱看见保罗所讲的迄幅图，是非常阳光的一幅图。咱的信仰，毋若是来做礼拜的信仰，对无？咱的信仰，毋若是讲咱真心来服侍的信仰尔。你爱看到背后的意义是啥？背后的意义，就是咱拢是活的石头，连结做一伙，要起造圣殿。圣殿是啥？就是上帝要降临甲咱三角之地的所在。所以，当咱组织做一伙的时阵，亲像耶稣所讲的，然后2-3个人奉我的名组织，我要甲因伫咧。上帝就伫咱的中间，上帝就伫教会的中间。教会咱就爱起造，通互上帝徛起，通互上帝欢喜。这才是咱服侍的意义，这才是咱组织做一伙的意义。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慈悲的天父上帝，你高升阮，因为阮前是无仰望的人，阮是伫恩典的约以外的人，阮毋是犹太人。阮本来是外人，但是靠着你的救恩，靠着你伫十字架顶所做成的，阮得到连结，进入你恩典的约内面。
主，我要感谢你，你也要予阮诚做是你的圣殿，予阮会当起坐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予阮活出迄个连结的生命，起坐阳光的殿，予你徛起，予你欢喜。主，阮感谢你，学了你，愿你继续使用，继续带领，予阮所做的一切，诚做主你所重用的。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